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福建来嘅节目。今日咧透过一本书，然后大家来了解一下地图、客种地图，又系记忆地图，然后食有关嘅美图。咁啲你甲乡亲朋友讲到食呢件事情，就应该记忆地图有乜嘅菜，又系乜嘅食物。对你来讲特别有感情，你特别想，也因特别好食。因为绕墙的系第一本书嘅作者，大家来分享自己是你嘅亲属意分享。大家好，真欢喜在嚟为到大家见面。欢迎吼！你当久冇见面，因为上摆见面因为系拿一本新书，一本新书出来。喺本新书特别讲嘅系你细世界嘅加拉佛，冇日常嘅，我记得有一种东西叫做阿美达妈啊，啲东西，是好吃的汤。咁个经验冇强咯，今日呢个新书，两本今年2月份出来的新书，美食的东西，寻找记忆里的那道美味。老食有关吼，所以线上两篇特别好下述老食嘅东西有关系吗？好吃的，是因为好吃，挺好吃的。为什么会特别用食来做呢个主题？其实我想系应该像头先讲嘅系，这个挺好吃，哈啊不了，慢慢我想。其他没行动运动好吃，其实我想大部分原因大抵都好吃，没好吃的。因为食两件事情系一件当欢喜嘅事情，吃到美食，吃到美味，所以两本书第本读哈就6道菜 ，OK，第一篇写嘅哈系按客家名菜哈，按到汉板然呐，可是见面两本书第二读写名个请将，按到雪原子，很梦幻哈。对，因为用英讲，因为你讲回六腔，或者你讲板然有冇？其实西演叫咩讲饰演呢？其实我为啥两只故事哈，一开始是仅仅是觉得哦。那张面啊，其实哦，好仙气哦，而且很浪漫，好浪漫。对，我觉得我信做客家讲去落去，我讲按到板染，我哋南部就到乡亲朋友讲染板。咁就摆到客家电视台哈，就爱作品做成那个动画拍摄，啊，恐下去出外景的是些到苗栗。记得咩讲板染染，咩讲染板，佢讲按到摄人呢，摄人呢，伊下开始爱谈先啊，无咩讲，就是因为佢胖嘛，对，从前下雪染嘛，所以佢按到摄人呢。我觉得哇，这个名字韩酱很美呢哈，但是这个就把它记下来，然后想以后我一定要写一个摄人的故事啊，所以这一次写的哈其实是小说。上摆来到一里聊的故事哈，去按到散文，很爱写世界发生的事情。啊，两白写的小说，跟某天系紧紧又发生的事情，佢可能系别人的经验，好，某是哪位谈到的故事，某是我自家发想出来的，变成一个人生故事。所以见到散文冇乜嘅强人。嘿，所以家下要谈到你个先生讲，其实系一摆嘅外景地都谈到饰演呢，所以就有爱用嘅灵感，对不对？所以太棒了，所以它的确是个小说，可是又分6篇哈。这个小说的这个人物有一种关联，每一篇的这个小说里面都带出一路菜。好，一则故事，好，一则记忆，一则感情，我个感觉会安用呢。所以其实两篇线上又讲哦，6篇，我等下你咪。米水咧，大家来分享。我们过去聊6篇，比如讲有鲜眼呢，哈，炸肉圆，很特别的地方是还有白稀饭，对不对？热贡饼、米线馍、糖葫芦，糖葫芦。你先等下一行来讲哦。你第5度也特别有讲到呢个鲜眼呢，你可以讲板染，你先讲汉板染，你客家人听着是汉板染，错吗？汉板染，汉板染真的很你客种改记忆。线上你要不要？我看到这个序的时候，又特别有讲到汉板染，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哦，好有感觉。从因爱写世界是很安样。其实爱的信州哈，爱北部该按到信盖啊，其实是城门街，我在那里长大。该为爱的汉记得哈，系種隔壁鄰舍大家哈，係種乜嘅好事情啊，感冒啊，
又翁仔出生啊，龙英甲狗上衣啦，大家是为抢大家是板然，俺不看很有嘛个好事情，大家明天要请客，大家是为了俺不是的哈，稍早就是板然，根本也俺不是的，大家是为了天罗板然啊。我起头该种，该下时才是染妆台染妆，还有动作妆妆哈，是俩妆马赛妈妈对俩妆妆，马赛妈妈阿婆对该妆妆，小儿是威廉哈，叫那班，一张一张的哈，俺的小儿是可以行咯，然后张是会搞哦哈，那走其他小度，我本台语嘛，他看弄好嘞，隔壁领才是专业的，听音乐就是来是板山了哈，那种感觉，那种气氛啊哈，其实很迷人呐。线上讲的其实係記得佢細細個時節經過嘅黑種記憶，就那樣講。这个记忆我也有，因为我其实刚下堂线上附有一些特别又感同，因为特别又感触，用英狗，因为我们说刚才以前的农业社会，这个氛围特别强烈。我们说，你俩哈，说真的，这个2024套，其实已经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共同凝聚，你共同。凝聚的那种氛围，对不对？你都已经很少跟邻居打招呼了。不过而且我想要延伸的事情是，其实不只是带起来该在捍卫挺，大家要知道的是这个行为背后，你知道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跟那个情感。而且你想想看哦，我常常你走给上府。所以我们常常说，讲到你改文法，讲到你改古典那些，改上府是遗留下来的。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已经穿的是很时装、很休闲、很简单、很简化。不过讲到，你想想看，如果说这种仪式有流传的话，那是一个你看大家要聚在一起，共同做一道食物，是，而且这一道食物俩在食物系大家穷下去。这多么的特别！而且都很系亲身起来个，你看下板南系主动到哈，系冇实體啦，冇實體咯，天一串，喺度去弄燒來變高板，高板就台灣哈，我看好年輕力壯的阿哥啊、叔啊、款人，成我聽你去，一家去，我個拿出來變高板就啊。这我不晓得。可是我就是个，你咪按头高板。矮地高板，讲矮地要一架。我都会，听到的，身體叫佢大家，要來天老板嘛，也高板是，有冇按头高板？你知道吗？我知道，因为俺们係當學是板人感應，所以俺媽媽係講煮板人，煮提起木是動氣，從冇，俺是為又香菇又燙又野菜，野菜天在家，然後板人涼涼，俺媽所以講。你怎么好像摸好是板人？我说我还好，不过天一暖的时间，暖过来你是爱嘞？对，俺是被冲一满，你玩。我觉得不是好坏，就见人每个人那个口味不同啦。可是勾板那个汤就浓郁。那其实我该常用的还浓汤啊，那个蘑菇浓汤、玉米浓汤。你该勾板是汤圆的浓汤，那狗类因为它淀粉嘛哈，所以汤会比较浓，那个口味又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对。讲到一啲下一路才之前先到睇我讲，而且你下挑白做班，特別要梅頭，因為你有一賣米，浸水，不怕要石磨，你真的是愛用去弄，愛板。我嘅時間好唔係石磨咧，佢就嗰種誒磨米漿的機器，插天啊，啱啲。可是唔係得唔係得加油就，或者幾條街路可能那張馬莎布卡油，然後我就是為浸好嘅米款嚟去阿伯妹啊，嘛個阿婆街。讓我愛板省錢呐，當便宜啊，一斤我吃到我記得一斤吼，因為2角啊3角，愛好還有標到該地不多，雜板到不然便應該雜到硬嘅，係，然後就係做乜嘅板媽，切板，所以大家聽下做板，成日聽下攞嘅板吼，小摸牆裡面攞到糊哦，所以你要試是乜嘅，其實這就是大家共同的活動，共同的記憶，那個感情就是這樣建立起來。
来的啦。不过两本书地图其实线上唔但讲还是写你合作又一路传媒写到像红楼啦，好你讲眷村就特别讲炸肉丸，它其实算是眷村菜啦。那是一个原料，对不对？因为谁料台料还讲台料啊，台干没做狮子头，啊谁可能做的排骨汤、火锅对不对？哦，这边又贴配来讲到，不过最重要是两本书地图哦。大家系讲有机会做对看到两本书，你真的，我觉得不是食谱的问题，是我觉得你要重新回味你生命中过去的一些记忆、感情，对感情，其实看得特别有感觉。其实该班人里边都讲到的是，跟妈妈希望给来小学按未读书，哈，做医生，做律师。可是俩按未读书的时候，我妈爱想做面包，啊，是两方面是又冲突起来。没错哈，所以你看还没有动有意思。第五图还有一篇还讲到白稀饭，我觉得白稀饭又嘛该好吃，又不是什么大菜，又不是法式料理，想想我很久没吃到白稀饭了。对不对？哈，以前只是客家种造型条最多，注意玩拍妹、绑头夫衣、很黑，所以这真的是，其实到记忆中到古老的味道。然后它很简单，非常简单，非常单纯，也简单也单纯，其实它带给你的美味超出现在你可能想象不到的那种感情哦，其实所以其实还有非常多精彩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再讲。线上两本书地图吼，讲到安尼吼，系讲系安尼个客家乡亲吼，当伊记地图个菜，安尼系等下系讲有时间做啲好好来讲，比如讲米线冇爱咪当好食，咱两钓鱼啦，咪新啲么竹筒的、炒的、甜的嘛，介都有。安尼等下有记，嘿，安尼等下有机会来讲，啊，先来问下线上吼，两本书地图唔讲哦。按喷哦，日本哦，系因为小说当到故事，唔讲又嘛个遗珠的菜，你冇写到的冇？其实挺好吃哈，6道菜食材讲怎么够嘞？对啊，怎么够嘞？哦，可是你在家都个数字跟到跟喷了哈，没关系，我们出第2本。希望啊，讲6道菜里边就嘛个遗珠之汉冇就就一道菜我唔啲其他客家地区冇是马萨布卡就冇，马萨布卡就一道菜哈。拼双15道，是拼按起的，其实长些的道，我给按到咸蒜甜，嘛按咸蒜甜哦，是该用国语来讲哈，就是凤梨炒猪肺啊。木米凤梨，对，你有吃过，还会加木耳，没错。木米凤梨还有猪肺，猪肺是猪蹄嘛哈，该下哈猪蹄其实哈不贵啊，可是呢。要处理起来哈，挺麻烦。像应该买个姜丝炒大肠啊，大肠意思谁啊有没？猪肺没很，挺麻烦。可是呢，都偏向野时间啦，可能人客真多。我看阿婆啊、妈妈阿金该都好像边收入哈，要斩那个收入菜时间，出菜出到我们做每次为一个了。你按照咸蒜甜的，那个木米嘛，猪蹄香的嘛，凤梨是甜的，酸，然后会放一些糖进去调味啦。哇，那个真的很好吃。可是它平常是挺少吃得到。为什么？你讲起来特别有感觉吼，是讲大家有谈到，线上有讲起系偏好些是在食道，该意思是很嘛该。我觉得其实玻璃有的东西吼，特别针对节庆也好，节气也好，对，来讲哈，嘿，然后你是不是对该种食物特别有感情？因为佢该在细节上食得到。其实你平常要吃也可以。可是你是我讲台饮是因为花该的时间走该的贡献这道菜。可是我觉得保留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爱起都系非常好改，是，因为意思系你就会觉得哦，过年长时得到嘛改，哦，平安喜长时得到嘛改，虽然讲两行有春他也是得到，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你个文化然后你一种西改东西、周改东西、节庆的东西，真的就是一种保留。你尝到那个味道，你是会多转移改下情境哈，
能够回到小时候的时，该其实係真欢喜的。是，其实你写两本书，听说走动都该功课哎，对不对？有，你贴片做嘛该功课。其實我想做功課來講，我想講便宜炸雞炸肉丸啊。因為我講過佢係眷村菜嘛，啊，可是我從小就客家鄉長大嘛，所以眷村菜我比較冇人了解，所以我寫了。可是你說，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寫眷村菜呢？哈，頭先按你講板染雞吼係賣板染，媽媽希望安慰讀書嘅妹兒。去做日式，可是唔係我想係去做面包，做胖，所以佢兩沙時又衝突出來。好，我們該家故事第本讀上要爆雷一下，媽媽後來生病了，女兒想要挽回。好，那個故事暫時在板染的故事暫時結束之後，來到了第二個叫炸肉丸。那其實炸肉丸的故事第本讀的主角係一家非常。心肌非常好，我们紧紧走日线的门诊大夫，可是佢门诊太辛苦了，结果后来过劳，对，可能是血管方面问题就倒下来救回来的时候，生命是还有，可是佢是智力退化，变成跟他儿子可能小学2、3年级的智力。我其实係希望講用兩種嘅想法來讓爸爸媽媽講。你一定愛就去做日線，好去做到日線呢，從此就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嗎？可能沒有，所以希望大家來想兩種問題啊。所以安排了日線的時間，我是想，用乜嘅菜來，因為我故事是尋找記憶中的美味嘛，我是想用乜嘅菜來引導到兩個故事第本讀。所以第本是用炸肉丸，家下上到係眷村菜，可是我真係唔曉做，所以我就去問人，有的朋友啊，眷村長大的朋友啊，或是你下上網很方便嘛，看一些美食節目啊，而且他會談到這個獅子頭是怎麼做的，我家的獨門口味是什麼哦，所以這一篇做的功課是很多的，是因為本身那像伯妹還有北干也講餅。剛剛細時隻月餅，你是按農業講表嘛？該對我來講就比較好一些。我自己生活時有經驗。韓國像糖葫蘆來講，我試過啦。你第本讀是用的係椒來啊，對吧？該先炸，先炸，當好是涮。可是兩百人做，我沒清楚。我們常看到就該第本讀不用番茄，不用草莓，所以這些也是要去做一些功課，不總得完全品。像板染愛是好，板染愛細時間款米喜愛板轉來啊，老板嗰種愛是當了經驗。可是像你炸肉丸啊、糖葫蘆啊，該愛是真正來做很多功課，總得提供錯誤的訊息。你看堂老師先生分享是咪啲講讀了讀不讀出來，就得看到記憶之外，美味最重要的事情是也分享了很多故事，比如剛剛信上過勞的故事啊，對不對？然後孩子們追求夢想的故事，哈，什麼？不過兩邊還有特別講到白稀飯，因為啲下間已係講到是每一件事情係當去到。要擺每個青州小菜，對，那個青州小菜，我以為知道係麼？大家是咪流行嚇西鄉是咪個香梅啦？番薯梅，那個挑擺嘅客家種，我啲大家挑擺到農業沙肥，所以從我冇我爸爸聽說咪講肇慶有煮梅麼？奇怪呢，它就是別的東西是呢，但肇慶好咧有煮梅麼？就是變成一種儀式，那又煮梅麼？所以到線上兩本書地圖要貼片要地圖，從咪乜個番薯，什麼還有你做啲分享一下。其實兩地本讀哈，兩梅啊哈，像我講嘅係，其實哈像伊哋講嘅，唔啲伊哋爸爸最愛嘅梅係樣咩？有的哈水變好少。
好气，就按到结头妹就话很浓，哦，懂了，懂了，啊，就都水平好多，其实清清啊，好，甲真嘅按到稀饭，啊，所以大家的口味。大家家庭的口味是冇乜嘅共融，所以这个白稀饭第本的故事是了解的善党总裁阿婆，你可能你可能可以把它当做童养媳还是什么吧哈。其实时间哈，我开始来饭酥呛。啊，你还是我可能会讲啊，很好啊，当然是饭酥当好是嘞。该系你俩下饭酥的品种哈就改良，好你也去卖烤地瓜的是。该下好走之前的饭酥嘅品种冇按好的时间，好你吃饭酥是不得已的，因为米乌啦，米乌啦，头一是大家像是米食盘，叫我听大家食饭酥，当到该老一辈甲因讲啊，爱食饭酥是毒姜，你还是我当去卖烤地瓜的是。所以其实该只阿婆啊，其实时间啦，是来饭酥哦，只有其实上夜的时间，跟妈妈讲不煮日不白稀饭不一些，只有去上夜的时间讲就白稀饭好吃，所以伊里下吃到白稀饭，其实会想到跟妈妈哦，给上夜的时间妈妈不。可是你就知道那时候有多穷困，对，又给苦哈，你大家莫把都讲，为什么白稀饭这么难？因为该下米啦，好穷苦改农药杀比地毒，因为加豆饭酥了嘿，对，地瓜放进去，跟两下不太一样啦，所以该下了解阿婆的想念是上会到去喊迄细蚵的时间，妈妈对佢的照顾，所以其实，可是经常帮人煮出来嘞，唔好意思，到叫妈妈煮的冇穷了，没亲好事啦，可是是让妈妈也冇穷了，所以其实两本书第本读的6道菜来讲哈，唔係講最好事嘞，應該係佢最想念嘞，所以咱們講尋找記憶裡的那道美味。請你記憶地讀該如美味的意思就是這樣，就是說，其實，你只要跟你在情感上面很有連結，它自然而然就是一個很好的味道嘛。為什麼會去找？為什麼會特別想念？就是因為就該。伊你剛剛說的情感的連接，錯，對，而且人家第五度還有在故事講到很熱公別人在初戀是嗎？是的，熱公別哈，其實倆哈，愛美，特別我講謝人呢，這個名字好美，熱公別人美起到兩樣啊，放假，你講月餅，可是你他剛剛講月亮按照月光，所以月餅就是月光餅，我們把它變成月光餅，就感覺好美哦。所以我了解第本讀寫到的係誰？一張你說他是初戀嗎？好像有沒告白哦？一個還挺曖昧階段，可是你不覺得曖昧最美嗎？對，所以這個老先生哈，這個故事裡面那個小女主角的學長的舅公，他是一個學理工出身的，然後到國外去留學回來以後，要找他以前在念書的時候曾經，我覺得還不能算是女朋友。因為連手都沒有牽到啊，但是就是這個女孩曾經請他吃過月光餅，好，所以這個舅公一直在想念這個月光餅的味道。OK， 可是佢耳親咪其實唔係月光餅，佢耳親咪係年輕的那個初戀的滋味，曖昧的對象，想了解什麼嘢，你唔定用扮演。其實我記得哈，你的網絡開始發達起來時，第一你有沒有留意到，動音在很多人在找初戀情人。在網絡上找有嗎？對，然後因為有這個訊息，然後再加上我還記得起到月光餅啊，很美的一個東西，所以就把它加起來，就變成一個有點像初戀又有點曖昧的那種老人家的美好的懷念的那個故事。所以他回來找月光餅，其實是要找那個女孩。是。那後來他有沒有找到呢？你就要請大家去看看哦。你看談呢個線上講古係咩叫多有意思哦？就每個故事都講到非常嘅好談哦。其實你本書裡頭還有動到嘅古好談，你在聊下，你等下常常來講。是。
分享新信上来到节目地图，因为信上礼拜出新书嘞哈，之前出的是童玩呐，对不对？小朋友啊，好礼拜你讲的是10月2件事情哦，到信上2020还有当到性格规划，我们个礼拜还是来讲2本书，上台节目你讲到嘅公平嘛，哈，其实还有当到嘅故事就在讲，不过讲到故事之前，你先来讲一些事情，大概都提上团嘅时间，你就那太太你讲一个谁地心吼，你2本书地读一下故事，你冇讲，係嘛？解东西咧，客家乡亲大家都懂了解，解是米线馍，米线馍，超，很好吃，都好吃。那其实佢好吃之外，佢做得做虾米，係做得做甜米，係做得炒，还有做得煮汤。先生你好是香啊，好是甜。我去到你炒时间是要炒板条就都可以咯，啊个用煮虾米时是煮板然就都可以。煮汤，可是然后跟米线馍好甜米来讲哈，夏天啊，冰箱冰的的糖水，加上个米线馍，哇，很消暑解渴，又可以有走的是饱。如果係個門牙，係講要上種不牙鹹，炒米線馍、煮湯嘅米線馍啦，甜嘅米線馍，哇，都難選哈，參不透親愛。愛選甜美，你也選甜美哈，因為它太難吃到了。是，其實我想我提醒any 觀眾朋友哈，米線馍啦粉條冇強龍哦，不一樣。佢個外形看起來有點像哈，冇強龍哦。粉條係6條做誒。哦，6條，剛剛係吧？是，粉條應該是好冇按熟悉。然後米線馍用嘅係米，所以大家有時講所以為什麼呢？因為所以佢。大家會記係咩？我好怕我講錯。沒有，米線馍係用刷嚟，係用刷嚟。粉條係用熟嘅啫嘛。佢唔冇黏啦，佢唔係硬嘅，佢係液體。熟嘅倒落去，佢熟嘅就空嘛。佢就所以粉條好長。所以大家會發現米線馍好短。所以大家會發現米線馍短，因為佢係米做嘅，所以係講大家食到間米線馍長 Q 到。咁咩米線馍咧？用春蓉米做嘅米線馍，其實係軟軟嘅，然後它是米的，口感冇乜唔同啦。我覺得我們太激動了，講到是故事裡邊都沒就讓粉條、讓米線馍拿來比較一下吧。就讓大家講2種才係米線馍啊，還那種係粉條。還有，我哋線上地模，因為線上地我今日會講咧，頭擺我記得我談，我下緊講過，頭擺總農世界世界，大家係咪鋼鐵講到下晝兩3點先。聽說是點心，可以開點心來，係開點心來，有嘛個6條湯同埋米線馍，米線馍，係咩？係，真嘅。我們這樣子是不是一直在透露我們年紀？可是哈，聊啲東西其實真嘅當有嗰種因為現在兩下真係好冇嚟嘛，因為當然你到中埔、南埔、東埔，它也當到個天，它又當到個窩，因為米兩件事情，它係你發音的主食嘛，對不對？因為客家人做飯用米啊，咩麵粉啊，用米食啦，客家米食，所以它係咪要鋼鐵，它係咪要點心？不過大家係想睇下，他們喺度工業社會度農業社會嘅時間，那就是變成大家一般來講嘅勞動，對不對？該下該東西的勞動就是這樣嘛，哈。不過講到倆咧，哈，因為我要問先生啦，問先生講，我倆到底你記憶中的美食是什麼？先生是愛講，其實對佢來講是烘板人。然後對，我要特別讓線上來分享嘅係愛解。老師，你猜猜看我的是什麼？6道裡面的嗎？還是其他？我覺得我講的答案可能。沒有其他的，其他冇得6道對吧？應該是好不好吃，挺難吞的哈。範疇很寬啊，挺難吞的。現在我跟你講是板，對米食，所有的板。大家覺得很奇怪，對不對？大家會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們的鄉親朋友該講述係嘛㗎？因為我比較可是我是看線上寫的，像白稀飯我很有感覺，因為你就會想到家裡的人。如果對我來講。我覺得是媽媽和菜改西街走改班哦，為什麼呢？對不對？因為你像看雞毛菜的那個班就沒有了，
你永远就消失了。你可能会去上耳穴西葱麦，嘿，然后你麦种那冇乜嘅強壯，你麥種咧嘅梅頭潤然都唔會嘅。咩啦，媽媽係冇強壯，完全冇強壯。所以對我來講，你說我記憶中的那道美食，你真的聽咗。那我媽媽唔係講物嘅板度做啦，因為佢未可以板定，從冇。大擺講嘅聽錯未做嘅，要物嘅東西，然後大家都歡迎用垂條板聽錯未做，垂條板、發板聽錯未做，天板聽錯未做，上西會爆垂爆，好，該板真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說的是，你搞農曆年的時候聽錯未做嘅事情。有假期板嗎？冇。假期嘅冇，細上發板嘅東西冇，所以係個額外門額對我來講是係板，咁個板是我家講嘅加幾種板，特別我講嘅係乜嘅？其實繼續誒再細做分類，逐一從容嘅美食，我到現在都還在找的是天板，有點感色嘅天板，你啲感色天板，乜嘅料都冇表。然後呢，脆喉這就是一個正方形，然後甜，它的味道這麼的單純，然後口感是天板的口感，非常嘅 Q。浪的時間未做的是，浪是地硬，冇是蓋麵粉炸年鋪，然後它又把為煎到叉用醋味，錯。老師，你下次出一個跟天板有關的啦，你寫一個跟天板有關嘅。你反正你香港老師，你出一創天板來寫。我唔講，然後線上你就得寫到天板有關的，因為那你他們就會去哪邊賣天板？你講傳統市場有，可是真的都不一樣。我買嘅強咯，你喺愛吃到對毅力來說，你很強調嘅感色哈，你下嘅天板感覺嘅好，顏色好淺哈。對，冇暗呢暗特白脆改天板有點橘色，就是比較淡一點。對，你他們啲嘛改色，可能去any客家鄉嘅嘅傳統市場進，可能進得到。好，那係講線上我來講，你特別好食天板嗎？也不是，台高有熊，那是特白狗春節、狗年改時節改回頭，所以你吃的是一個回憶，所以才是記憶中的那一道美味。老師，你看看是不是特別有嗰種嘅感情？係啊，所以可能你基本福氣攞啲改鄉親咪就咪啲上下都應該人生地圖哦，不管你倆幾歲，30歲到80歲都強咯。你啟動你記憶地圖該它美味是什麼？其實有時候沉靜下來想一想，然後你如果你知道這種帶着感恩的心，是你熊也是長過那東西清出來洗，我覺得哦，那對，咋個對嘗到那個味道的時間，其實港書都冇，我覺得這也是這本書的好處，就是可以帶給很多，還有好多故事。你等下來講，我們講來先問先生2024有乜個新嘅規劃嗎？有，2024狗年。講過嘛哈，國語日報為連載嘅故事係，該頭先伊裡就提到講該搞女子玩具啊、糖果啊，阿妹當嗎？阿妹當嘛係，可是我還有另外一個系列係兔子阿姨出去聊啦，所以2月份又連載在國語日報係兔子阿姨去希臘聊嘅故事，自助旅行係，然後呢可能我去日本哈，按照細即係媽媽為避風。拼布啊，你按到比錯嗎？解散，我記得為了甲標練曬，大家為做曬埋蘇坡幫咩到去日家頭的布，比起來做一輛衫，按到百納衣，按到給本社歐長命百歲的禮物，有一本繪本為想愛的百納衣，對，他今年都會出版，如果順利，都希望兩下畫家正在努力的進行當中。哇，當題材哈，節目最尾出2分鐘，線上是2分鐘，你可能是1分50秒哦。最尾還有一隻糖葫蘆嘅故事，糖葫蘆，簡單講，糖葫蘆，你看我吞有水誒，糖葫蘆哈，你是該豐盛的糖漿，啲白度脆脆的糖漿，啲白度你包誒係該山楂啦，好，該下去到吃到當蒜，細去到冇水。我挑白面好食糖葫蘆，我講實在話，兩下我很喜歡，我在想我是真的喜歡嗎？我不確定，還是我要吃的是一個記憶的味道。兩下你說來包誒係草莓和個番茄，不一樣。糟糕，我們兩個變老派了。他哋該種誒記憶中的美味最棒。所以第5讀為又懂得可能會有媽媽鬧某一個故事和解了。你看我是爆雷了，有一點。
一开始的血缘只正面冲突，所以先生讲的系嘛，家己佢俩有流露出嘛，大家故事都有比较独立的故事，不过佢感应，一条线连起来，人物其实是有连的哈，所以是。我先谢谢老师帮我们出了这本书哈，石磨信箱，然后可能看今日节目因为讲啊。讲起来咪特别有感受，係講伊係你嘅客家鄉情，因為這是你客種嘅記憶。不過係講唔係你客種嘅記憶冇上過，你做得清，你生命地圖嘅記憶中嘅嘅路財係嘛嘅嗬，所以希望大家今年也要都要受喎，所以感謝先生，所以迅速找過來。好，謝謝。聽聽下來，邀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做認同了。校群復習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面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